富强的弟兄姐妹，各位家人们平安！平安！很高兴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的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主，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我们可以先闭上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安静的在神的面前。不管我们今天是从哪里来，不管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这一个礼拜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一位值得我们配得我们一切赞美跟颂赞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要对主说：是的，耶稣，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走动。主，求你赐下更新、安慰和释放，在每一个需要你的生命里。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敬拜不是一个例行公事，而是一个真实遇见你的地方。主，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最大的渴慕。主，你帮助我们来自由的敬拜你。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假装，也不需要任何的武装，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保护，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最了解我们的那一位。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发出的每一句歌词都成为最真实的祷告。谢谢你，耶稣，你就在这个地方，你用每一个人懂得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谢谢你，耶稣。你预备好要来迎接神的恩典了吗？这个恩典不是发生在过去，也不是在未来，而是今天真实的就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需要的人生命当中，好不好？转向你两边的人，告诉他，相信就要经历神。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相信神，我们就要经历他。一起来唱。在
一个最大的掌声，因为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他是那位信实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更深的定睛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让我们看见他的良善，从来不离开我们。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托住，你托住万有，不曾失败。我要永远依靠你，你荣耀旨意永远坚定。我要紧紧跟随你，领我活出你真理。是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自由宽广的生命，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私欲，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如光明，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为你站立。再次来唱，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托住万有，不曾失败。我要永远依靠你，你荣耀旨意永远坚定。我要紧紧跟随你，领我活出你真理，自由宽广的生命。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私欲，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如光明，在这
要成为我们的祷告。主，这世代要因为你而站立，主，这个世代要因为你的光而不在黑暗里走。主啊，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盼望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的生命要连结于你。主，盼望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我们都要因为遇见你，我们就不在黑暗里，我们要脱离那一切黑暗的形式，脱离那一切黑暗的思想，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里面。耶稣，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这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是的，主，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你来得着我心。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耶稣，你来得着我的心。让我们自由的在神的面前来发出对他的歌唱。是的，耶稣，我们愿你来得着我们的心，愿你来恢复我们的心，愿你来医治我们的心。主，让每一个破碎的心都要被你来恢复，被你来更新，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那个你创造我们那个荣耀美好的样子。耶稣，你来释放我们，你是新世真神，荣耀君王，
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蒙怜悯，蒙恩惠，蒙你对我们完全的恩典以及爱，也因着你的拣选，因着你的爱，让我们可以成为圣灵的居所，让我们因着有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新的盼望、新的能力。愿神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合你心意的圣所。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为你所喜悦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活出你的教导。愿神在今天早上也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的祷告，也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属天的智慧，好让我们更加贴近你的心意。愿神带领我们在今早礼拜当中与你更加的亲近，也将今早的礼拜从开始到结束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就充满在这个地方，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有因着你圣灵的感动，因着你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真实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奇妙的旨意。愿神你来赐福以及保守。这时候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一起来听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请。所以，所有听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纵使风吹雨打水冲，房子也不倒塌，因为它的基础立在磐石上。可是那听见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就像一个愚蠢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遭受风吹雨打水冲，房子就倒塌了，
而且倒塌的多么惨重。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对他的教导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为耶稣的教导带有权威，跟他们的经学教师不同。圣经读到这里，愿主赐福听从他话语的人。接下来请基甸牧区献诗，李伟区长特别交代，唱到第7页、第8页的时候，请会众一起唱。献诗完，请曾牧师讲道。今天牧师分享的信息是根基的建造。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在这个主日当中，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愿这个世界之光，今天也同样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透过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一同的欢庆，一起歌唱，一起祷告，一起赞美，真的是将这道光就照亮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领受从神而来奇妙的恩典。我们在开始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世界的光，你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你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你使我们不再行在黑暗当中，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光明之子，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因着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一个新的翻转，新的改变。愿神你不断的带领我们，也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好让我们知道这道光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何等的重要。也愿神在这个时候透过你的话语也开启亮光，让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奥秘，让我们了解你话语当中的教导以及你的心意，好让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分享，也可以清楚你所要我们遵行的旨意是什么。愿神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也能注目在你的身上，专心在你的话语。愿神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在这个系列主题当中的第2讲。这个系列主题的名称叫做信仰的根基。那今天在第2次的分享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来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去建立我们生命以及信仰的根基。我想在这个礼拜3，我们都知道在台湾经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几十年来都没有11月有台风然后登陆到台湾来，但没有想到让我们碰到这件事情。但感谢神，是这个台风经过我们南部的时候，它的强度就没有这么的强，所以在南部虽然有一些风雨，但是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但虽然如此，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东半部、东北部、宜兰、花莲，仍然是造成非常大的损害。特别宜兰有许多人的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家就因着淹水，然后被冲掉了。花莲的一些部落也因为土石的关系，他们的家也遭到非常大的损害。所以也愿神怜悯，也安慰这些真的是在受苦受难当中我们的台湾的人民。但是从这些自然的灾害当中，从这些我们在新闻报道我们所可以看见的事情，我们不难想象耶稣在今天所讲的这段的经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特别生活在台湾，我们每一年我们都要遭遇非常多的台风，非常多的天灾，甚至我们有时候遇到地震。那这些地震、这些风灾、台风、大水来，看新闻都会看到有一些房子因为地基的不稳固，房子就倒塌了。因为这个它盖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它原本建立的这个地点没有选择好，于是就倒塌了。甚至在早期一点，可能也有看过那个房子倒塌了，就发觉那个钢梁柱里面它是塞那个沙拉油桶的，那个房子一定是不会稳固的。那个房子遇到震动，它一定会倒下来。这是我们在新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发生的事件。在我们生活在台湾，我们更可以明白这些事情。所以耶稣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我们刚刚一起读了这个经文，我们真的是不陌生。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经过每一天的每一个时间，我们的每一个决定，我们的每一个价值观，我们的每一个习惯，我们的每一个情感，每一个意志，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
其实也好像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当中，一块一块的放下砖头，一块一块的在建立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见得意识到说我们在建房子，因为每天的生活可能很一般，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进行。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正在建立属于我们这个生命价值的一间房子。但有时候遇到了像耶稣在这个经文所说，遇到风吹雨淋、大水冲的时候，才会在这个生活的现实当中去发觉我的根基、我生命的建造、我信仰的认识到底实不实在。耶稣在这段的经文当中，特别如果你有机会往前看，在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耶稣对着他跟随他的群众，以及耶稣的这群门徒，耶稣告诉他们非常多有关于上帝国、天国文化的道理。所以在马太福音这边称为是山上宝训，因为他们在一座山上，耶稣讲了非常多的道理。而耶稣在当时所分享的非常多的一些信息，非常多一些这个属神的价值观，当时人听起来应该会觉得，到底耶稣在说什么？到底这段话语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段话语跟当时的文化价值有很大的冲突。其实说实在的，当我们回头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来看耶稣在说的，很多我们还是觉得不合常理，我们也觉得是不是这个世界的想法啊，不是我从小到大所接收到的信息啊。但是耶稣却用这样子突破当时的想法，甚至也是突破现在我们的一个想法，让跟随他的人、相信他人重新去看见生命是有不一样的选择，也有不一样建立的方式。而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最后第7章24到27节，耶稣也利用了2个根基的比喻，来做他整个在山上的这个讲道的一个结尾。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做这个讲道的结尾。这段经文，他用3种不同的对比，他去形容出了2种生命的态度。而不同的生命态度的选择，如同耶稣的比喻当中所说，他说要么是成为一个叫无知的人，我们刚刚读的版本他说叫愚蠢的人，或者你是成为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而那个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在于你建造在什么样的事物之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命的建造者，我们都是生命的建造者。但我们把什么是我们在建造的时候，什么是那个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也决定在我们一生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站立得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建立一栋看不见的人生的房屋。前面说那个，比如说地震啊、台风啊，或者是一些状况它倒掉的房子，那是看得见的房子。但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我们都在盖一栋看不见的人生的房屋。我们的价值观建立了这个房屋，我们的选择建立了这个房屋，我们的情绪建立了这个房屋，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惯建立了这个房屋，我们每一个人跟别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也建立了这个房屋。真正决定这个生命的房屋，这个看不见的房屋，绝对不是在外表，绝对不是在外在的行为，而是在于你的根基在哪里。所以信仰，我们今天一起分享根基的建造，特别我们从生命跟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看，绝对不是外表华丽而已，绝对不是只是表现得非常的棒，而是在那个隐含当中的根基到底如何。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我们也透过这3种不同的对比，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也一起来想，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可以给我们有什么样生命的提醒。第一个，在根基的建造当中，无知的人他听见，但是他选择忽视；但聪明有智慧的人，他听见了，但他选择去遵行。无知人听见，但是他选择忽视；聪明的人他听见，
但他选择去遵行。在刚的经文这么描写，上面打错应该是马太福音。所以，所有听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另外一个对比是听见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当我们直接从中文来看，你会觉得不实行，那就是拒绝耶稣嘛。就耶稣说了很多，然后那我不要做好了。或耶稣说了很多，那我直接拒绝，我不想听这件事情。但是若看到整个圣经当中它原本的意思，那个不实行，它不是拒绝，他不是说我不做，而是他忽略，他忽视，他知道，他听过，他明白，但是他选择忽略，他也选择忽视掉这件事情。但所以耶稣在讲一件事情，不是说谁听的比较多，谁听的比较少，谁认识的比较多，谁认识的比较少，谁在这个信仰当中信的比较久，谁信的比较少。耶稣不是在讲比较这件事情，耶稣不是在跟我们强调这些事情，而是他在告诉我们，不是只有对教导的认识，不是只有对真理的明白，而是重要是我们对于这些教导、这些真理当中，我们是否是一个回应、一个顺服的态度。不是说我在教会，我在这个信仰我好久，我从小就在教会，我从小就认识这个信仰，所以这个我了解了很多，我懂得非常的多。我刚来，我还在认识，我不这么的明白，那我是不是就比较弱一点？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真的听见耶稣的话？我没办法实行。耶稣不是在讲这件事情，而是回到前面他说的不实行是忽略掉了，忽视掉了。当然，听见那是开启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听见是我们可以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因为我们听见了，我们认识，我们了解了，所以我们才继续往下一步。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先听见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人生很容易就会变成充满情绪、充满舆论、充满只有环境、充满自我、充满所有各式各样来自这个世界的价值。人生的根基只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根基只专注在现在，而不是把那个根基专注在永恒的事物当中。但是话说回来，刚刚耶稣说，不是只有听放在你的心中，也不是说听了那就那我就忽略了，就反正我听过了嘛，我听很多了，而是耶稣提醒我们，听却不行，也会让人家产生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我懂很多了，我了解很多了，但是那个其实是非常空洞的根基，那是非常空洞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耶稣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他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安全稳固的基础来建构我们的信仰，建构我们的生命。但这可能代表的我们要做一些看起来很辛苦，甚至觉得很无聊，觉得很要重复的事情。但是这却是最简单，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可能觉得我就要读经，要祷告，我要灵修，我要写笔记，我要来参加礼拜，参加聚会，我要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好无聊，好重复，都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我要去跟别人分享，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小组，我要做什么？我知道啊，然后就是都是这些事情啊。但是最简单的，有时候反而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反而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时常把这些我们看为最无聊的、最根本的事情，不断的去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去做，如果没有真的被这样的真理、被这样的教导光照，我们就时常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情绪为中心，以这个世界的基准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耶稣提醒我们，聪明的人、智慧的人，跟一个愚蠢无知的差别，在于是不是要活出他的教导。耶稣提醒我们，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跟一个愚蠢无知的人，差别在于是否愿意活出他的教导。我们真的要晓得一件事情，只有听，或者说我参加聚会，
那不见得代表真的打下了一个很好、生命稳固的根基。没有如同耶稣所说，在你的生命有回应，在你的生命有调整，那听也不算真的听见。你在你的回应当中，若没有真理，也仍然是你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声音，那也没有办法真的把上帝的话存在你的内心当中。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中也这么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每个人说啊主啊主啊主啊，不是这样的人都能进天国。重点是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耶稣在这段的经文当中，给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起的学习的事情。耶稣说，一个无知愚蠢的人，他的建造他听见了，但他却忽视；但一个有聪明智慧，真的要打下那个根基的人，他听见，但他愿意去遵行。第二个，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无知的人，他把他的生命建造在沙土之上；但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选择把他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之上。一个无知愚蠢，他会把他的生命建造在沙石之上；但聪明的人，他就会把生命建在磐石之上。我们可能都有一个经验，我们可能都到海边去玩过。特别如果当我们还小，去海边最喜欢、最开心一件事情，就是去堆那个沙堡，就是把那个沙子，然后堆，拿工具啊，拿那个水桶啊，叠成那个沙堡，然后把那个沙子或一些海水，然后就可以坚固起来，然后盖一个城堡，或是盖各种东西。但是当那个海浪打过来的时候，你就发觉那个城堡就散掉了，那个城堡就慢慢的随着海水，然后就被冲掉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会更晓得耶稣在说什么。如果一个人把你的根基建到沙土上去啊，不要紧，所有的东西都摕来揽的，弄上面物件都摕来揽的，这就是我生命的建造。这个也拿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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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命就建在这些东西上面就好了。但是如果真的水来，你这个全部混合在一起的，就全部散掉了。耶稣说，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因为他的基础就是在磐石之上。另外一个，他说，一个愚蠢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之上。一个非常大的对比，一个是把它盖在磐石，一个是盖在沙土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如同一开始在说，我们都在建一个看不见的房子，我们都在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在不断的想尽办法，好像很努力的想要让我这个房子可以建得好。但是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根基，带出不一样的结果。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根基，会带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如同耶稣所说的，在耶稣所说这个比喻当中，这两个房子其实看起来差不多。耶稣说这两个房子盖起来了，所以如果认真来看，这两个房子是有被盖起来的。先不论它的外表是不是很华丽，或者是它的里面的装潢多漂亮、多昂贵，但是这两个房子是被盖起来的。但是真正的差别是在那个表面下的东西。虽然两个房子都看起来好像建造的非常的好，都完成了，但是真正的差别是在那个看不见的，真正的差别是在那个表面之下的东西。磐石可以象征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可靠、不改变、不动摇的。但是沙土它代表就是一种松散，它代表是一种很容易变化，是很容易就消散掉的。两个房子一起盖起来了，外表看起来都长得一模一样，但是那个表面下的却完全的不同。如果我们的信仰跟生命的根基没有把焦点放在耶稣之上，若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上，那很容易被影响、被改变，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用我们的感受去取代真理，我们很容易就用世界的价值去决定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很容易就用我们个人的理解去取代上帝的启示，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真理成为我们最
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能被我们的情绪不断的主导，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可能就只停在听、感动、外表的活动，因为这是这个世界所期待的。你必须要以自己的感受为重，你必须要以你自己想要的为重，你必须要以这个社会期待你所做到的为重，你必须要符合某些的价值，你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建立一个美好的房子。如果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上，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改变，人的感觉、流行的文化、价值文化的观念、世俗的成功，这是会改变的，这是不断在变化的。如果我们的生命的眼界只停留看在这个地方，我们只期待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只期待我们要被赋予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只期待我一定要长成什么的样子，那很容易就被影响，很容易就被改变。决定生命的品质，决定你的生命是否被扎稳的根基，不是由其他人明显可以看见的。不是你今天有一个住得非常漂亮的房子，不是你拥有非常多的财富，不是你开着非常好的车，不是你有非常好的学历，不是你有多努力打拼，是这种人家可以看得见的。牧师的意思不是否定说，那我现在回去我就把我的房子卖了，我就去住草屋，我就开始骑 U-Bike，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生命的品质，不是用外在的表现让人家看见，建造在那个隐秘的根基，那个态度，那个身份是更为重要的。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确实背负了很多不同的期待，我们背负了很多不同的压力，可能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就被赋予某些期待。你必须要努力的读书，你必须要努力的做什么。长大了出社会，又有不同的期待，然后你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你有很多世界的价值不断的去影响你。但是当你成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你成为一个愿意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心中并活出来的人，我们是否可以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我们是否真的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跟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我们人生一生当中只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同，我们只是要为了获得别人的赞美，我们只是为了要符合这个世界的价值，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注意到隐藏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根基是怎么被建造的。如果我们一直只在意这些事情，我们眼睛的焦点纵使你已经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纵使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但是你的眼光仍然放在这些事物当中，这些会改变的事物当中，那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注意到什么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隐藏的根基需要被建立。所以哥林多前书第3章11节这么说：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唯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根基，唯有耶稣基督的教导，唯有耶稣所带下来这样属天国的一个文化跟价值，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根基。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立下其他的不一样的根基跟基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3个，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耶稣最后说到，一个无知的人，一个愚蠢人，他最后的生命状态会是不稳的，而且是十分动摇的。但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愿意选择立下正确根基的人，他的生命状态是坚定，而且又是稳固的。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愿意选择立下根基的，他的生命是坚定稳固的。最后的对比当中，耶稣说那个盖在磐石跟盖在沙土上的，那个盖在磐石上的，纵使风吹雨打水冲，房子也不倒塌，因为它的基础立在磐石之上。另外一个盖在沙土上的，风吹雨打水冲，房子倒塌了，不仅倒了，而且是倒塌的多么惨重。不只是倒了，而且是什么都没了，全部都夷为平地了。风吹雨打水冲，你可以说这是代表着在你生命当中，在各种的压力、各种的挑战、各种的难处。你想那个风吹，四面八方风可以四面八方吹过来，那个雨打可以从你的这个头顶这样一直打下来，水冲可以从你的脚边这样冲过去，
所以如果你用这样想象，你就想哇，原来四面八方、头顶脚下全部都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困难，都会遇到各式各样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是打着的那个房子，就是我们建造的生命，就是那个我们从小到现在不断去建立的这个生命。生命能否站立，在面对风吹雨打水冲的时候，不在于外在，回到前面讲，不在于外在的能力，不在于外在的华丽，而在于内在的根基，在于对于你在这个信仰当中，你对他的认识，以及你是否真的活出这个信仰的态度。各种的压力跟挑战，不是说会不会来，也不是说什么时候来。当我们知道像台风的时候，台风有时候我们会问说，会不会来？如果会来，明天会放台风假，或者是那什么时候来，我准备要放台风假。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就算是这样子，气象局有时候也会失准。就算说他明天来，可他可能突然转弯了，或往其他地方去了。所以有时候问到一些生命的难处，也不是说会不会来，我会不会遇到困难，我会不会遇到难过的事情，我会不会遇到我觉得难以处理的事情，而是要问说来的时候我怎么面对。而是我要问说，来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的事情？生命当中会有风吹，会有雨打，会有水冲，但是这不是上帝要打击我们，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在这个过程也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如何建立的。我们生命的根基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一件事情我的信心不够，我的信心很小。但真正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到底相信什么？有时候我说我信心不足，我做不到，我信心很小。但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我相信什么？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可以从死里复活的神，你相信耶稣基督是可以从无变成有的那位神，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生命当中的牧者，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你相信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你相信什么？我信心不够是因为我很害怕我做错，因为我很害怕我做错这件事情别人不喜欢我，因为我很害怕我做错了我就不够完美，我很害怕我没有做到，我好像就没有任何的价值。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我相信什么？还是相信自己吗？相信这个世界给你的期待吗？相信这个世界给你的文化跟价值吗？还是你真的相信这位神在你生命当中要成就的事情？这才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不断的改变，在面对我们要建立生命的根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到底我相信什么？我到底在我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的身份如何？我对于这个信仰的态度如何？还是我仍然不断的在这些情绪当中，在人际的关系当中，在各式的问题当中不断的打转？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遇到困难、遇到挑战、遇到疾病、遇到经济的困难，然后你就说这是化妆的祝福。我们不需要做到像是这个样，我们必须承认人有软弱，我们会有难过，我们会有怀疑，我们会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但是在这一步一步的过程，我们仍然要不断的去想，我到底相信什么？在我生命的过程当中，在遇到这些难处，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我到底相信什么？旧约当中有2个非常好的圣经人物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去思考。约伯，他原本是一个非常有钱的，拥有非常多的财富，他有非常多的儿女，他拥有所有人所羡慕的一切。但是有一天什么都没了。他也经历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经历非常长的一段的过程，最后他的相信是：从前我风闻有你，但我现在亲眼见你。他的相信是知道这个神是一直在的，而且是他看得见的，他经验得到的。
先知哈巴谷在他那个时代当中，国家非常的混乱，非常的腐败。他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的国家好糟糕哦，该怎么办？救救我们吧！”于是上帝解决的方法是派了一个他们更大的敌人仇敌来攻击他们。于是哈巴谷祷告：“上帝啊，怎么办？你怎么是派仇敌来攻击我们呢？”但是最后哈巴谷在第3章要结束16节、17节，他说：“就纵使无花果树不结果，圈中的羊也没了，但是我仍然以耶和华为我生命当中最欢欣快乐的一件事情。”他的相信是知道什么都没了，但是我仍然相信上帝是我的快乐，上帝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喜悦，那是他生命根基的所在，那是他生命信仰被建造非常重要的基础。那我们呢？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建立在什么东西之上？诗篇的诗人62篇第6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庇护所，我必不致动摇。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庇护所，我的避难所，我必不致动摇。诗篇的诗人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安慰：唯有他，唯有这位神，是我们坚固磐石，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使我们脚步不摇动，使我们所相信的是有对象，是确实的。牧师在10月的时候，跟基恩牧区的一些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到台北，我们有为期好几天的短宣的服事，其中我们有大概4、5天的时间，我们在台北的一个美俄村，我们在这间教会一起来服事。那在照片当中，中间的这位是在这间教会服事的王传道。那在这间教会当中，他算是在那个当地的村落最大的一个教会，也因为他是最大的教会，所以他也开办了一个中文的学校。那中文学校的目的，也帮助了许多从这个边际逃难过来的这些小孩，或是在这个村庄当中的孤儿，让他们有机会学习语言，同时也教导他们信仰。但是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中文学校旁边，有一个道教的中文学校，所以当这个教会的中文学校如果关起来，所有的孩子就跑去道教的中文学校。所以这个传道一在跟我们分享说，他其实为这件事情，非常的苦恼，那也在非常的多的困难当中，他们也一直在想，可以怎么样去让这个机构，让这个教会可以继续的来帮助更多需要的人。但是这个传道在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其实，在每一年当中，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欠缺，很多的缺乏，有很多的挑战，因为这些孩子或者是当地的居民，他们不可能拿出很多的金钱来奉献给教会支持这样的事情，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困难。但是这个传道跟我分享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他说，虽然每一年好像看似有缺乏，虽然每一年当中好像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每一年上帝都会给他刚刚好，不会给他更多，也不会给他不够，每一年都会给他刚刚好的。他说他所相信的就是一个不为明天忧虑的神，他的神给他的，他所经历到的神的信仰给他的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上帝充充足足的会供应他刚刚好的，不多也不少，但是就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在这样的相信当中，成为这个传道他非常重要坚固的磐石。若不是这样的一个相信，若不是一个这样坚固的磐石，若不是一个这样生命的建造，我想很难以支撑下去他所做的事情，也很难以支撑他所面对的这一切的挑战。所以回到我们台湾，当然我们可能不见得面对这样的事情，但一样，我们面对的困难对我们来讲，有些是大的，有些是小的，有些是不知道怎么办的。但同样，我们仍然要问一件事情：是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到底要建造什么？所以牧师再一次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今天第一次来，或者是你已经来了20年、30年了，牧师再次邀请你，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生命的根基稳固了，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基准之上。耶稣说：“凡所有听我这些话而实行的，代表他不是对外人说的。外人的意思是指他不是对那个还不相信的人说的。耶稣在说的是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说的。耶稣在说的对象是每个愿意相信他的人说的。耶稣对当时的人说，耶稣也对现在的我们说：凡听见而实行的，如同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之上，风吹雨淋水冲，房子都不会动摇。所以让我们如同尼希米记第2章18节说，我们就开始重建吧。我们一起，不论现在你的生命的是什么样的阶段，不论你信仰的认识有多深，我们都一起来建立。特别我们教会要即将进到50周年，我们回顾过去，从教会的一开始，为德格处，到第一代的礼拜堂，到我们现在的到第2代，又到我们现在这个礼拜堂，到对面的教育中心，我们也一直在经历到上帝在建立我们的教会，建立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属灵的眼界。当我们教会要一起走向50周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想，不仅是我们教会被建立，这个建筑被建立起来，更重要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们生命也一同被建立，我们的生命也一同在那个磐石之上实行活出耶稣的教导。愿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选择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态度、信仰的认识，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之上。这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来一起为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坐着唱就好，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一起为以下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建立生命的根基、建立生命的工程的时候，邀请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稳固根基，让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真理之上，建立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之上。第二件事情，我们特别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要迈入50周年，我们有许多的庆典，有许多的研讨会，也有许多的修缮在进行。愿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透过这些事工，透过这些活动，也真的是帮助我们教会可以更扎稳在神你的根基之上，也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透过这样子的庆典，也一同学习，一同建造委身在神的磐石之上。我们也为了在这个礼拜，我们看见风灾，有许多人因此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家庭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很大的困难，求神怜悯，也求神来安慰他们。也为了教会当中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神也将他的怜悯、愿他的恩典赏赐在每一个需要寻求他的人身上。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实在，你的同在当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个困苦，谢谢你帮助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在这时候，真的重新得主也好，主在这个里面，主谢谢这时候，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谢谢你。亲爱的耶稣，恳求你，让我们真的去体会到住在你里面，也让我们知道你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有你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才会稳固。我们因着有你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我们一生当中应该相信的。愿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建立生命的根基，在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房屋的时候，把那个最重要，把那个最隐蔽，而且看起来好像是最基本的事情放在最要紧，就是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并且活出来，好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建立在磐石之上，好使我们的生命寻找到拯救，我们的生命寻找到避难所，使我们的生命不摇动。神啊，我们也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教会不断寻求你的心意，我们也将我们的教会立在你之上，你成为我们教会的磐石，你成为我们教会的根基。主啊，我们如今要走向新的一个50禧年，愿神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坚定不移、稳固的在你的根基当中活出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顺着这个时代，顺着这个50禧年的来到，我们也一同与教会一起委身，一同与教会一起扎根，建立在你的身上。也愿神你怜悯、安慰，在每一个需要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生命真的会遇到风吹、雨打、水冲，让我们感到难以站立的时刻。但主啊，你真的是来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坚固磐石，你是那个不动摇的神，你是那个平静风浪的神，你是那个随时帮助我们的神。愿神你真的是不断的来引领我们，好使我们在遇见生命的挑战，在遇见软弱的时候，你使我们得着刚强，因着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得着能力。愿神保守赐福每一个在你面前献上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
请坐。这时我们先请志强长老来为我们做财务报告。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在报告之前，我邀请大家来先看一段影片。
好，明年是我们教会要设教50周年的一个感恩年。50年来，上帝以丰盛的恩典带领着我们教会来成长，希望这是我们共同见证神信实的一个里程碑。今天要向大家简短的报告教育中心的装修及设备的升级的施工，请大家一起来关心，为工程一切的费用来奉献来祷告。我们盼望借着50禧年，让教会在各方面除了在信仰上再一次合一更新，硬体改善与升级的工程，让我们整体的环境更加的完善，将最好的成果来献给上帝，经历复兴的恩典，也见证上帝在50年来在富强教会历任的牧者、长子及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成就的恩典。小会定于11月23日的主日，我们来迎接社教50禧年的感恩节的奉献。这一次的奉献，我们作为社教50禧年的庆典的专款专用，用于教会的软硬体的升级与庆典的活动支出。诚挚的邀请全体的富强的弟兄姐妹，以祷告的心为庆典来筹备代祷，以感恩的心参与奉献。无论你的金额多寡，让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参与禧年的庆典中，一起献上感恩与荣耀给神。接下来跟大家报告目前经费的运用与需要。我们到11月2号截止，50禧年的奉献收入是3188513元，我们已经支出了2151253元，目前结余1037260元。目前最主要的经费，我们的设备的添购、礼拜堂的灯光，我们有花了80万，还有地下室的音响的改善，我们花了75万，还有教育中心的冷气空调工程，我们有54万9千元的支出，我们合计支出了209万9千元。教育中心的装修工程，我们地下室的装修有69万5千，1、2楼的装修有485万，合计是554万5千元。我们50禧年的庆典的活动的经费，各项的感恩见证活动的所有的活动的预估，我们预估了300万的经费。我们所有的总计的所需要的经费是1064万4千元。邀请弟兄姐妹持续的为经费的充足来代祷，使每一笔奉献成为荣耀神的名的祝福。50年来，上帝恩典的见证，让我们感谢神过去的带领，也仰望他未来引领我们。愿主使我们在50禧年中更合一兴起，再一次经历信仰的更新与复兴。愿主使用富强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这个城市的世代的光与盐。愿主赐福大家，谢谢。好，我们一起来读本月金句，诗篇136篇第1节，预备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第1节，我们翻开周报。下周司会是杨中和执事，其他的服事同工请自己注意一下。然后个人奉献的明细在第7页跟第8页，如果有问题的话，请找财务组的同工来更正。请看第4页。谢谢志强长老刚刚为我们报告了第3点。然后刚刚也提，就是请大家注意说，下星期6。11月22号早上9点，我们要号召60位教会的同工，会有一起拿着抹布和水桶，还有喜乐的心，我们去教育中心来做清洁的工作。好，然后请看
第2点，所以下周日我们就会举办教育中心装修启用感恩礼拜。那时间是在早上10点半，就是第1堂结束后，所以请第1堂的弟兄姐妹留下来。那第2堂的弟兄姐妹就请你们提早来，而且是直接到教育中心那里，然后我们在那边举办这样一个感恩的开幕。好，第4点，代祷团的荣耀丰收禁食祷告，已经进行1个礼拜，那一共是3个星期，所以你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参与，请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一起来成为祷告的勇士。第5点，11月30主日我们要办第2场的福音主日名人讲座，邀请到杨立先董事长，他要来主持分享见证，他的题目是恩典人生，请邀请 Best 福音朋友前来参加这个特别的生命讲座。第6点，12月14日要举行圣餐以及洗礼式，所以要报名洗礼、坚信礼、小儿洗礼者，请在11月30日前完成报名，然后来择期参加学道班。第7点，12月7号主日礼拜后，下午1点半在3楼要举办年度事工研讨会，请参加的同工来注意一下。第8点、第9点，等一下我们请牧师帮我们补充报告。11点，就是今天下午1点到6点，在台南市立羽球馆，我们要举办那个羽球联谊赛。如果你不会打羽球，你可以去那边当啦啦队，或者是参加趣味竞赛，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为比赛的队伍来加油。第12点，就是原定11月30号那个施打流感疫苗、新冠疫苗，本来是在教会要帮我们施打，可是因为人数不够，所以现在请已经登记的人直接到侯世廷小儿科诊所来施打接种。最后一点就是下周日有医治祷告时间，渴求得医治的会友请预备心。主日爱餐已经恢复供餐了，欢迎大家踊跃留下来用餐，一起交谊，享受富强家人互相关怀的情谊。谢谢。请牧师。各位兄姐，我来做先做介绍哈。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有一位叫陈世达弟兄来我们当中做礼拜，我们欢迎他，拍手欢迎他，谢谢。欢迎你哈，感谢主。那今天下午我们1点就要去羽球馆报道了哈，1点半开始比赛，所以牧师做几个简短的提醒。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投影片哈，我们因为电力公司有一个特别的维修工程要举行，所以呢，请大家等一下做完礼拜哈，尽快要参加午餐的哈，爱心午餐的稍微节奏快一点哈，因为我们的爱心午餐同工要赶快收一收东西，拿好收藏好，要在2点停电之前，我们要请弟兄姐妹注意，第一个，你的机车一定要把它移到外面去，因为铁门就不能动了，也不能一直让它开着啊，对不对？因为大家要去打球嘛，所以在2点以前，请你车子离开，铁门要拉下来，那停电了就不能动了哈。电梯也一样哦，地下室的开车的部分也请大家配合了哈。这个是个紧急状况，刚好我们是特别协调哦，刚好我们教会不用的时候所以除了电梯铁门不能动，那其他当然走楼梯就还可以了哈。但是我们的礼拜堂的门也必须要上锁因为用电动的锁也不能动了这一点请大家配合哈。第3个要请大家关心的我们先看那个投影片，投影片，下一页我们赞美诗歌的竞选已经开始了，不过我们主办单位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这个我们不是办一个活动看谁票选最多
就是会得奖什么的。我们是希望第一个，我们不用拉票因为这个诗歌是照你心中的感动而不是说，拜托我写的，你对我投我一票不是那种竞选的意思啦所以请大家记得去听那台语4首华语4首，你就凭着你的感动说，这首是我觉得最理想的，你就把它投上去也不用邀教会外的朋友，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我们会内的一个甄选的动作所以请大家能够帮忙配合。第一个不要拉别人票，也不用跟人家讨论，你自己有感动。第二个是也不用邀请外面教会的人来投票。好，那其他报告我们刚刚我们的诗会已经报告过了，只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荣耀丰收的祷告，我们都可以随时参加你可以在下面签名表示你有参与那当然，如果说你不是中午不方便进食，你也可以在你的祷告当中加入这个，我们有一个祷告卡你按照那一天的祷告内容来参与还有说我们11月30号那一天的名人讲座呢，我们希望不只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参加啦，能够邀请好朋友邀请我们的 batch 的来参加，一起学习，一起参与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要报告的，就是我们圣诞节的庆祝已经开始在预备了。其中有一个是圣诞市集我们特别开放说，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家或是你亲人有这方面在展售方面不论是二手货或是吃的各方面的摊子，愿意参加的先来做登记。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摊位有不同多样性我们来做一个筛选请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请大家来报名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一个大清扫跟那个奉献礼拜刚好是差了一天所以请9点下个礼拜9点，如果参与的，你带你的抹布，还有一个小小的水桶，那我们一起来参与。如果人越多，我们分配的区域就更完整那可以很快的把它整理完。那第二天我们的感恩献礼，这个简单的献礼，我们在10点半早上第一堂礼拜结束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参与的话，能够也在10点半到，我们在1楼的外面的一个庭院那边做一个奉献礼，然后进到里面做参观，一个奉献礼文，这样就是简单的结束所以请大家踊跃来参加。那最后我们请所有弟兄姐妹，如果下午的羽毛球赛有上场的，我们准备好；那没有要上场的，也欢迎大家一起去来加油给他们一个热烈的一个鼓励希望下午的活动大家都得到欢欣跟喜乐用这样来报告，谢谢。请起立，我们唱结束前的诗歌，唱完请曾牧师祝祷。一起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福祉与相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默祷闭会。